愿倒数，愿阮美丽，受我放纵的了所把你。虽然英勇代代挥出，可惜拢烦恼来离线。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咱已经来到了咱行政学总复习的最后一集。咱要来讲的主题叫做公共政策。公共政策咧，你若是考一般行政的朋友咧，你嘛是独立的一科。但是咧，你讲我毋是，我是考其他的。你的行政学内面有缘有即个公共政策的题目，差不多呢，伫25题内面就是2题到3题左右啊。一般来讲是伫20到25题的即个区间，会出现即个公共政策的题目。所以咧，你讲若是一般行政的朋友，因为恁有独立的一科叫做公共政策，所以恁咧读行政学的时阵，就会使毋免管即个单元，因为用恁独立来去准备的迄个科目的部分来处理行政学内面公共政策的题目就已经有够咯。若是要考其他科的朋友，就是你无另外搁去学公共政策的，那当遮咧，我就用上紧的速度共款互大家一个要来去安怎掌握公共政策即个单元的架构，甲伊伫行政学的考试内面的一寡重点，用上紧的速度来甲大家做一个分享。咱头台先来讲公共政策伊的架构要安怎来去掌握。咱头台先甲伊分做2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照伊政策的流程来去看，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跳出流程以外，用整个的对公共政策的研究甲即个用科学的方式来做研究即个角度来看，所以咱会使甲伊分做这2个大部分。咱头台先就即个流程的部分来去讨论。流程的部分，头台先公共政策是安怎爱有即个政策咧？就是因为咱的公共社会内面有诚侪公共的问题甲需求，但是咱政府资源诚有限，所以咧，敢若会当经几个出来处理，这就叫做议程的设定。议程的设定呢，毋是讲太重要。所以咧，你就基本的什么款的因素会去影响到一个议题，会使互政府放入去议程内面无有什么款的因素会去影响到？其中有即个多元流模型，多元流模型有讲有3流嘛。第一流叫做问题，第二叫做政策，第三叫做政治。这3流若是拢通即个 opportunity window 机会窗仔门就会开启，还有即个政策契合甲伊即个塞一个，伊就会使互一个公共问题、公共议题进入到政府的议程，变做是要后面用政策来去处理的政策问题。所以这是议程设定的部分。过来就是咱议程设定好政府决定讲要来处理对一个问题了后，爱中心来去熟悉这个问题到底是出伫倒位，这叫做问题建构。伫这个问题建构的过程当中，咱会使讲到一个一定的课的主题，叫做问题的类型，其中包括着市场的失灵甲政府的失灵。阮讲一定的课的呢，是市场的失灵，在过去的选择题内面呢，诚爱考市场的失灵，其中包括着公共财外部性等等的，恁都爱诚熟，因为这真正有足爱考的就对啊。好根据这个问题的类型，咱阁会使来去对应着无共款的政策的类型。这嘛诚爱考这是 Lowy 甲 Salisbury 所做的这个分类的方式，甲政策分做是会冤家甲袂冤家，会冤家叫做零合的，袂冤家叫做非零合的。零合的就是会冤家，包括着管制型甲中分配型这2种。非零合的包括着自我管制甲分配型。这4种呢类型你爱诚了解，因为这是考试嘛诚爱考的一个部分。所以到暂时咱已经讲到2个诚有机会考的。第一个就是市场失灵，第二个就是 Lowy 甲 Salisbury 对政策类型的分类。好，问题建构完成了，过来就要做政策的规划甲决策。伫这个决策的过程当中有诚侪款的这个模型，包括着公布理性还有这个什么个满意决策渐进决策，还有这个粪扫桶决策等等，这拢爱诚熟尤其是满意决策这个有限理性
Simon 所讲的，搁即个粪扫桶决策，你一定爱正熟哦，因为这嘛是算讲爱考的一个点。啊，你做决策选择要用对一个方案了后呢，会使开始啊做吗？袂使，因为爱送去立法院，也是送去国会，也是送去民意机关，迄叫做合法化。爱透过即个合法化的过程来去，互即个政策有即个合法性。其中呢有咱讲到这铁三角的理论，就是国会委员会、行政机关甲利团体三方面呢头来暗去，这叫做铁三角理论，你也小看甲看一下。过来是题目上侪叫做政策的执行，政策的执行上重要就是无共款的执行的过程当中所使用的政策的工具，无共款的工具包括着这个Verma Vining Schneider Ingram 啦 ，Howlett Ramesh 等等，甲这个Sadat 就是Nudge， 你拢爱真了解，因为政策的工具嘛是真爱考一个考点。过来就是虾米款的因素会去影响到政策的执行的过程当中啦，其中呢有虾米款的因素会使互咱政策执行搁较顺利咧，包括着政策的顺风，这个顺服就是人民愿意来配合，要安怎来去增加人民愿意来去顺服。政策的执行呢，就要透过政策的沟通甲政策行销。这个过程呢，你就知影讲有这4P 原则还是6P 原则你拢爱甲看者，就是政策执行的工具甲影响的因素。当然嘛有第1代甲第4代政策的执行，毋过最近题目较少就是过来最后咧执行了后去做评估嘛，所以评估是啥物意思？评估伫事前、事中甲事后。包括着规划评估、过程的评估，就是政策的监测，搁有最后的这个结果的评估，你拢爱小可甲了解。搁来评估有啥物款的功能呢？搁有评估伊有啥物款的因素会去影响着你咧做这个评估咧？这拢一并爱去做一个了解。所以咱以上讲到就是规个政策的流程、公共问题的议程的设定、政策问题的建构。政策规划甲决策，政策的合法化，政策的执行甲政策的评估，我拄则有念少做即寡无共款的流程的过程当中的一寡概念，但是你着该拢当看卖就对啊。其中呢，咱讲较有机会考的，搁讲一解就是市场的适应、政策的类型，甲政策决策的无共款的模型，甲政策执行当中影响执行的因素甲。执行的工具。好，以上就是第1部分。第2部分呢，咱就要跳出来看讲，这个流程内面有啥物款的行为者参与伫其中，包括着这个政府的部分，包括着政务官这个文官搁有这个基层的官僚这是官僚，这是政府的部分搁有这个立法机关嘛。民间的部分除了一般的公民，这是爱。对接去政治学迄个所在，另外真重要，一定会考的就是咧，这个 NPO 非营利的组织，这个 NPO 是真重要，真重要，因为 NPO 咧，你头来先爱知影讲啥物叫做 NPO，个 NPO 有啥物款的特色，啥物款组成的要素，过来就是 NPO 甲政府之间有啥物款的这个互动的过程互动的方式、模式等等。过来就是咱 NPO 伫咧运作的过程当中有啥物款的好处，甲有啥物款的这个挑战。针对着这个挑战，佫带领出一个主题叫做 NPO 的事业化，佫有这个社会企业的概念。这个部分我真看真该看好就对就是今年应该有题目会使为遮来出。佫讲一解 NPO 整个主题拢真重要。佫有咱若是题目要出较新的部分，就是 NPO 的事业化、甲社会企业的概念、甲这个 SDG 等等的概念呢，做结合来去出题。这是 NPO， 也就是咱咧讲到政策过程当中的行为者，除了政府民间的部分有这个一般的公民利害关系者佫有这个利害关系者啦，讲毋对佫有这个政党利益团体NPO 呢是真重要一个概念一定会考 NPO 绝对有一堆做的所以呢，这是行为者。过来就是理论的部分所以理论就是咱的科学家啦，政策科学家用科学的方法来去研究政策，会使分做政策的分析甲政策的研究。政策的分析较
偏向政府的部分啊，甲伊的这个智库啊，来去分析讲要安怎用好的政策来去处理掉政策的问题。啊，政策的研究主要是学校内面的学者、大教授咧做的，因是想要整个政策拢甲看透透，了后咧推出一寡理论来去解说政策是安怎会出现即款的变化。啊，内面的较重要就是咧解说政策是安怎来去出现，是安怎来去做变迁的一寡理论，包括着即个段速、均衡理论啊，佮有即个其他包括着系统理论啊，即个 ACF 啦。佮有这 IAD 架构等等啊，这个部分呢，嘛，请你爱小可注意。原本这是真无重要，但是因为113年的地方特考内面啊，说出了这个段速均衡理论啊，所以呢，你爱小可甲看者。今年无一定爱看检查考试内面，这个部分敢有出现，若是有，咱今年就爱搁较重视。所以呢，也是啊，小可甲你做一个报告。好，以上就是政策科学，包括着政策分析，政策分析内面有政策的论证，但是伫行政学内面呢，这部分较无遐重要。啊，你若是要到底去考的话呢，这就是你一定爱掌握的部分。啊，除了政策分析，佮有政策的研究，政策的研究内面的政策的理论啊，迄个部分呢，你爱真熟就对啊。好啦，以上呢就是咱整个公共政策分做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流程的部分，第二部分是政策科学的部分。你拢小可甲了解，啊，其中一定会考的物件，我拄则有差不多拢算互你看，你着迄个概念的特别爱甲看互熟，啊，其他就是甲顺过去就好啊。好，咱到遮咧，要非常的感谢大家啦，一直以来啊，甲咱即个系列的支持。互咱会顺利用台语全台语的方式来将这个行政学用上紧的速度，自第一章到咱最后的第7单元公共政策咧，来做一个结束。希望这个系列咧有帮助大家伫考试进程用上紧的速度，佮甲整个行政学，佮甲想一解啊，其中较重要考试较爱考的部分呢，我嘛有甲大家做一个提醒。啊，最后咧就是等咱考试进程啊，高等甲普通考试进程咧，咱佮有准备咧出一支影片啊，来帮助大家咧更加了解到咱114年今年的出题的趋势。好，以上啊就是咱的规个系列的结束啊，就亲像咱的这个系列的这个开国课共款啊，伊所讲的啦，这个台湾都市原本美丽，受国邦统治了数百年啊，虽然人才代代辈出啊，可惜不幸来牺牲啊。所以咧，咱知影讲，咱学习这个行政学，绝对啊，除了考试的功能以外啦，上重要就是希望讲，透过咱的节目，互更加侪人了解到咱政府是安怎来去运作的，来去了解到政治甲行政的概念。咱人民的头壳内面有即款物件，咱才会当来去思考到，要安怎来去打造一个咱台湾人家己的政府，要安怎来去做咱台湾的政策，来去真正提升咱台湾人的福利，甲提升咱的这个公共性。所以最后嘛，期待大家除了讲了解到行政学概念，帮助你考试会使考掉以外，其他的各方面咱拢是公民啊。不管你是公务人员还是毋是啊，咱拢是公民。所以咱伫这个公民的社会内面，咱拢要有家己的角色来去发表着咱对公共事务的一个看法。就希望透过这个学科做伙学习，会使来去深化台湾的这个公民的意识会使来帮助台湾的未来更较侪人会使来去贡献咱的才能，来互台湾真正伫阮的手头顶打造成做一个独立、新的、好的国家。以上来甲大家咧做一个结束嘛共款，敬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学习顺利，考试顺利，咱后会有期。